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有老青年的有人讲，贵年许多人有网页多的话把握。不过花莲凤林的白林山区沙屯人无强用，打破传统，派内把贵夜行的活动，又请大家乡下面贵面怪，屯山区都为养老布置做规划，总下个等人强的用的。日本移民村时代的古江，还变做政治爆出来的场景，像个几多游客去白林山区行人，无如本人行。安尼个高贵活动同菜体文化运用的个关系，运用的态度文化资产保存的目的呢？来看安尼个专题报道。青年一般讲係鬼月，就睇鬼月天日鳳林鎮來嘅各種妖魔鬼怪，三萬弄、三萬戶，真鬧熱。千多人用心打扮，乜鬼乜怪，睇鳳林白林沙區人街，有人為到呀打扮嚟本日咧，做頓火火加咗炸妖魔。也係神妖，就係雨神迄種嘅妖怪，係啊看樹來嘅，也樹加腳係硬嘅腳，樹係聲音嘅樹。還有人特別對台北幾多故鄉，有陸客人鄉下打扮來樣。基本嘅造型係日本新娘。新娘的鬼，就是有走一扎豆巴那种，还走了读幼稚园然后就是又从台北转来聊那种，自从就是大概上个月回来凤林的时候，就知道有这个活动，然后就特地还就是很早就去买票，然后还很早就上网先去看说到底可以买什么颜料涂在脸上，然后就觉得超兴奋，就很期待。然后昨天就整个像远足一样，然后就跟公司的长官预告说，我要回乡下去扮鬼了。韓國有人鄉下來報名參加，但人自家作為鬼面後盾托起，挑戰鬼夜的禁忌。面具都是可愛型的。反而小朋友的造型都是可怕的，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说这个鬼其实是可爱的，可以是多面性的，不是那么吓人的。一方面是7月，我们想缓和一下，不要这么恐怖。过去比较这个民风比较保守，这个民智比较低落的时候，对这个鬼神的东西可以说就是一种敬畏。那现在的人并不表示他不敬畏，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出来，尤其是我们人来扮这个东西，那就表示说人跟鬼是和平相处的，这并没有隔阂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惧怕。摸胖胖的韓國做到一時澎湃，百出古將。按定人講嘅畫面，本然想到日本恐怖片度嘅政治。其實也咪係其中一項體驗，有些麼遊客特別為到呀對高雄走到鳳林來搞。來找鬼，就是因為這樣的活動很吸引你們，是不是？對啊，因為剛好今天初2嘛。也係古將其實係日本移民村嘅時節留下來嘅，本但有擺後，也係將村道也後保留到最好。最常用嘅啦，最常嗱個，就係如果除掉水流淋出去，就關街人天啊。或者普通是一夾鐵兩夾鐵人嚇，是咋子啊？所以個就全部冇睇起來，就用嚟紮。也後路將咪喺白林沙區為有百鬼也行發通嘅年頭，沙區協會工作人員設計古將故事牌過後，吃到好高，希望也將政治對角度拍出來嘅相片變到面書上，冇想到按數到人注意。幾日韓國日本移民村時代嘅老將，日本學生顏料也到地方體設，就有嘅外判百鬼也行發通嘅想法。
没想到这个点子就。不说还好，一说就大家都觉得很有可行性，很有可行性。那我就觉得对，这样的一个很有意义的、很创新的，然后又结合在地特色的活动，其实有机会成为凤林的另外一个新祭点。我们不用跟别人一样说什么办音乐季啊，办什么嘉年华，跟我们在地文化没有连结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跟在地文化连结，又创造一个新的观光契机，然后吸引人潮到我们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地方来。改变传统工业经济，从事有太大的玫瑰发通，一個係超無730年嘅百靈沙區，沙來嘅1000人次客家嘅人客。第一届嘛，然后就蛮新奇的，想说来试看，就看看它是怎么样的状况。他们表演的活动就是还蛮精彩的，而且他们就是感觉有很认真的练习过，对，然后就还蛮让人就是觉得有在用心做这个活动。我感觉讲对校长来讲的话，会上会来啦，因为拄好嘛亲年嘛，啊校长人都安尼，那又好了，啊拄好同一个节日有冇做啲结合安尼。系啊，可以来啊，拄好又搭配东部的一些风景安尼，还有个可以来也聊安尼，系啊，个唔会差啦。哦，你旁边有一个妹妹。选一杯喝掉，选一杯喝掉，哇，太棒了！会找到一个心，在一个来。中都嘅一棟人流，每步拜到變規模，上嘅軌道遊客去排列，愛體驗學到窩窩狠狠嘅設計家。雖然沒有很精心的佈置，可是我覺得他們設計的巧思非常好。為到營造出定人間嘅氣氛，工作人員特別去天頭南無店，加為5粒假人頭。並到各館，而帶出定人間嘅氣味。烟楼迷路鬼屋的部分啊，就是用这个烟楼本身的建筑物哈，有点老旧，来制造那个恐怖的气氛啊。那像现在这个窗子呢，它本来是那个温度计，就是我们烤烟的时候看温度计的地方。那我们就比较特别，放一个人头在里面，让那个走过去的人会不小心被那个窗户里的人头吓一跳，制造那种惊悚的感觉。这样拉来拉去，拉，他说从这里走出去，然后我们就默默的知道，默默的走，也不知道后面有人哦。我们这样掀开来了，他们就跑出来了，我们就直接尖叫，他就躲在这里了，哇的吓死了。假季慶祝季節係後生人嘅創意，我鳳林鎮11600人嘅人口，65歲客家嘅老人家佔嚟21%，冇上按呢唔會觸到按到嘅老人家係。好像是好高興啊！哈，大家能這個歡喜哈，當好搞哈，一種歡樂感安聽啊。即馬時代改去啊啦，無要緊啦，嘿，無緊，不會啦，攏人家哪會怕？不怕啦。啊，囡仔即馬都大家愛耍啊，即馬囡仔攏該愛耍。那個是用純粹用藝術嘅眼光啦，唔好講係用宗教嘅角度來感覺安又較好啦吼。大家鬧熱吼來歡喜來參加，主要嘅目的係咁樣吧。鬧熱歡喜以外，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還個希望大家關心注意地方文化內涵，也即係是喺日本時代嘅移民村，保留嘅青島日本式屋舍，屯唱係天然海角七號安感通人嘅故事。北林社區居民暫見同嘅屋嘅，完整保留嘅日本式嘅風格。今日杜康種嘅花草樹嘅野稻，家都保留嫩本代日本屋主留下來嘅樣嘅。前屋主梁子也，睇戶門前種下桂花樹，等某嘢變做阿婆過後，還來台灣嘅下擺，可能也按有紀念桂花樹。去年過身咧，到去年98歲，叫車先嚟幫你。佢咩當時呢咧來到講嚟做定落嚟幫係看耐嘛嚇，幫
讲了条拜记了带过来吉田的嘛。俺个婚姻家都下，其中做对人做唔到来看来啊。反正是写信来传来过来，人个都说信望个。俺个就当就拜托人写信呢，寄去本件啊。所以按用人牵来咋变讲无穷过来骗酒摕去啦。从你向个身体要顾好，得个有时间咱过去几个了啊样。万吉青乡的桂花树留嫩日本阿婆万吉好的记忆。事实上，本地的桂花树已经被风采打黑。博主张建通特别请来可以参的桂花树种多转去，要保留乡里屯记忆。上到去头摆个做中介猥琐哈，还或者本按样中，其中介按样看到变色清酱嘛，哦，人家将漳州按样个中转去，啊，本他福 Q 都错啦。福 Q 係危機啦，俺話種時係藝術上啊，嗱個按樣種落去啊，一香，台擺你種了個花，按布條條嘛，連啱咪，如果發出嚟個香味啊，變成講公司，路向高位就但係批到條我硬看，唔知看嘛個唔知啊，就感覺到就很香了，空氣香，他說空氣香了。日本移民村時代，日本人前漢人去聽書做事，上改到土種苗行業使到幾起。光復過後，日本人崛起嘅，路接下屋沙未成熟嘅中原嘅技術。如果说原本是住日式房舍的话，哈，那其实里面都很多都还保有原有的格局啊，比如说榻榻米呀，还有一些那个日本的习惯这样子。那比较有趣的其实是烟叶，我们这里会种烟，其实是从日本时代就留下来，说台湾人只是跟着他做长工，那但是慢慢的这一群跟着日本人做烟的这群人，他学会了技术，在光复之后呢，他们就持续发展这个烟叶，所以这个我们的烟叶就是从日本的这个衔接过来。一東政府6年，也就喺民國20年起嘅日本屋沙，經過佢下擺嘅風采，限係幾多採採，做得看得出來屋主對老屋嘅用心維護。就了屋嘅係昭和6年蓋的，哈，啊個係我個公公老了日本人是好朋友啊，而且佢個哈3棟煙樓，我公公過來去幫忙做煙，都台灣要我們光復的時候哈，他就說了屋嘅中本嘢，我要賺日本嘅。一條桂花樹，一條路講一段故事，用重新親密嘅玫瑰方式來包裝，向人客去探訪，喺背後嗰度嘅人看到在地文化一股內涵嘅。其實我們很希望說這樣的。文化跟故事啊，透過這個活動生根在我們社區的孩子身上，讓他們可以察覺說，原來煙樓是重要的，這些日式房式是重要的，是我們這個村子裡面最重要文化資產。然後想把這些東西帶給我們的在地的所有孩子，還有所有外地來的遊客，能夠了解這些價值，然後共同的來維護。咁咪幾耐有先嚟啊！用日本移民村的文化背景做基礎，日本式屋沙引流做背景，睇桂葉改變傳統，方式也睇小鎮越貴越貴。唔單止打造出順係百年嘅慶祝祭典。韓國為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提出嚟另外一種創新的可能。